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那么开春了后，大家来关心什么议题呢？两岸的观光来往，敢若无正正常，到底是谁在作弄？有人讲是台湾无退役，那么有人讲是观光业差800亿，实在太叮当。那么到底谁来造成？今仔日咱好好来讨论。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旅行工會全聯會研發會的召集人高明圖。主持人好，觀眾大家好，阿曼。那麼第二位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吳錫佇。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教授蔡明峰。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家好。第四位就是咱資深的導遊陳建鑫。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就來看這條新聞，這是對台灣啊，從6月1號開始，台灣要來禁止到旅行業者組團去中國旅遊。那麼不少的這個旅行社呢，開工了後，攏咧處理到人客退團的事項。那麼觀光署的召集旅行工會代表座談當中，會後啊表示，業者6月1號了後，有少人客煞無法度出團的損失，觀光署攏有補償。春節之前，觀光署宣布6月起，旅行業袂當組團去中國。最近閣解釋是依據發展觀光條例有損害國家利益記錄。政府原底已經完成出團準備，也毋過情勢變化，組團去大陸經營行為已經損害國家利益。台商也可以過去，自由行也可以過去，宗教交流就是我旅行社不能社團，我旅行社是踩到你觀光署什麼東西？你觀光署是旅行社的大家長，你要帶頭，而不是說啊你們不行。對此，觀光署召開各地旅行工會代表座談，由署長周英輝親自主持。伊對業者強調，業者佇6月初一已經收團，煞無法度出團造成損失的部分，觀光署會補償。也毋過6月起禁團是跨部會各站定調，因為台灣單方面送客去中國並無公平，除了造成觀光貿易失衡的國家損失，也毋過03航路調整也影響航空安全。主要是還是安全管理的問題了，M503，它確實在這個旅遊安全上面，確實我們覺得是有疑慮。觀光的這個產業角度來看的話，我們還是建議就是採取這個觀光先行這樣的概念來做一個破冰。學者表示，世界各國通常以旅遊目的地的安規作為禁止出團的建議，限制較罕見。不過觀光交流甲發展當然需要在國家安全條件上。那旅遊業界對政府以有損國家利益為由禁團，有無法度接受？無排除提適應，還是上街電控來爭取權益。記者綜合報道。咱節目一開始我要先甲觀眾朋友、甲4位來賓來說明咱要來討論這個議題。第一，你想講要安怎來？甲這個問題會傷害降低，這是頭一個。第二個，再來想講，咱下處有法度避免無？第三個，再來想講，咱兩岸之間到底安怎來長長久久？吼，這才是長久之道，才會好透老啦吼。那麼首先，我要請教到高老師吼，在這認為吼，咱新聞看起來，敢若是講3月1號，你原本你規劃講3月1號，咱會當帶團，小朋友就當帶團去中國。啊，煞來你來剎車，你就講袂使哦。啊，講因為無對等，這理由敢有夠野，還是講其實有另有原因？高老師，第一，我的看法這叫做報名者時歸反正。哈互你這個觀光業者佇過年前來這個冷水大概一個歹過年啦。啊，毋過佇觀光產業內底，其實我本來對政府就無啥有信心嘛。啊，毋過這個宣布也是互咱傷過真意外，真意外。啊，這個衝突咧，會互咱感覺講，
本来伫2022年苏贞昌伫12月，苏议长伫2022年12月讲，观光产业大概要开始过着好日子啊。一直到2023年的12月，宣布讲咱要来开放这大陆的观光会当团体会当来出发去旅游，大家都爱开始准备。因为要订机票，要订这个所谓饭店，这种是事先都爱来筹备啊。你即摆无订，你等候你开放，选举了开放，大家都拢无迄个机会啊。所以讲，这个航点的问题嘛是一个真大的这个互大家一个真大的错误吼的决定。所以讲，这个业者大家对着这个真不满吼，对着这个议题，大家伫这个宣布了后。大家无落好过年，无落好过年了，大家就开始伫生活咧，大家就伫遐就无欢喜啊。这个情绪啊，影响到讲，咱这个所有的业者，计划伫5月20，这个新政府，这个赖总统就任的时阵，阮要来有一个真大的抗议的这个行为，是要表现阮的不满啦。这是阮的主要行动。这他主要吼，你有讲着讲，因为某种程度，听起来啦吼，我听起来就是咱国的政府无去采取着行动，无先去破冰，无而且半圆食西瓜，本来开放，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听到因的理由吼。即政府单位也好，观光署的理由，还是交通部的理由，就是第一，伊无对等来甲咱善意来开放，吼，这敢是事实，还是讲你的理解是啥物？吼，伫咱即个过程的两方的即个交流吼，甲即个政府甲政府之间的沟通吼，伫即8档内头已经慢慢一档都一直冷淡去啊。就是讲无迄个管道啦。那么伫较早，咱国民党政府伊咧执政的时阵是安那会大家两岸交流遐尼啊热络，就是遐尼啊烧热。主要的原因就是讲，拢有迄个沟通的即个交通的即个管道啦。即马即条路拢无去啊啦。即个政府吼，我感觉伊是头壳可能定翘翘啦。安怎讲呢？因为较早伫两方抑阁无法度真官方甲官方的交流的时阵，拢是用白手套，用白手套然后透过协会，去咱这个去大陆，大家来看要用什么步调，要用什么机程，大家来开放，来开放几个航点。结果这个协会的功能，伫这8档内底拢已经无这个。你是讲海协会？海协会。会当委任到咱其实当初两方要开始观光交流的时阵，嘛是透过着咱这个专联会、旅行的专联会去做白手套，因为无官方的这个。所以政府是这8档拢无委托你，拢无委托你，拢无委托阮协会。这是头一个。但是有的人讲这唔是原因啊，因为这是结果啊，因为。我若传真去互因海基会，来传真去海协会，海协会拢已读不回啊。这就是讲你的态度，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讲，咱的态度唔对。咱的态度唔对，因为我就是无爱和你往来，甚至将这当作是选举伊的政见，就是讲你只要见到大陆，你的政策政治，伊就是猛要甲你断掉去，你都无交流啊。你想嘛，咱若是对方的时阵，咱心内敢欢喜，咱嘛袂欢喜啊。OK， 老师，咱来听另外一种声音来参考一下吼，吴老师。确实啦，你也讲，因为这政策的改变吼，当然需要甲业者来沟通，吼，这需要的吼。一摆咱看到，确实讲政府伫咧处理这件代志，吼。我刚刚讲以国家利益，还是用所谓的平等互惠哈，这东西对的，好，但是你爱善尽对国内业者沟通嘛，哈，你爱有一个心理事先的准备哈，加上有一些配套措施。老师，你也认为讲，因咧突然间刹车起来？是，咱看迄时间哈，从1月底哈到现在1月20号2月20号哈才开始
交通部有讲哦，有啥物配套措施出来，表示讲，其实一开始你要做一个决策的时阵，你要有一个准备啦，吼，你这配套措施拢要想好，因为当然吼，政府去年咧讲哦，3月1号吼可能会开放，好，可能会开放，但是其实有但书嘛，哈，你对岸要有善意啦，哈。啊，问题就是伫遮嘛，两岸关系你也是讲，即马代志每一件代志拢爱讲哦，因为咱台湾无互伊善意，啊，咱台湾安怎，讲一句实在，这也不符合两岸的现况，吼。因为你也讲即马国际上你咧看中国，跟台湾咧看中国，咱也是不同调，吼。咱可能甲国际各国的关系嘛是有出问题啦，所以咧处理观光议题，这本来就是要符合双边都有利益嘛，吼。今仔日咱也是咱今仔日要组团过，伊若无要组团来，啊，这问题就是在遮，无公平嘛。啊，咱来去想讲，啊是啥人先无要，是对一边先禁止这个问题是中国嘛，吼。所以我感觉政府处理这件代志，当然方向是对的，吼，态度嘛是对的，立场嘛是对的，但是内底爱安怎去处理国内的沟通，这部分吼，我觉得基本上是有点缺憾。啊，个改进是啦。啊，这我来先问吼，先来跳过蔡老师，先来问这个小胖吼，你认为啦，在这个过程当中吼，像头头吴老师所讲，这个沟通的过程拢无找恁业者来好好啊问一下，好好来参详一下，是不是安尼？政治吼，这政治是安尼。你今仔总讲咱一个讲咱一个国家的政策，你讲咱讲啊，咱就拄开放，咱就无开放大陆，好，那大陆部分就台商的部分，咱以往就是讲，好，两岸啦，两岸有问题，毋是讲你官方对官方对方一定袂甲你讲嘛。咱讲官方甲官方的政会当啊，你咧倒位民间的机构，咱有民间的机构。高老师就讲，因都无找联合会。是啊，这是个表示讲，咱的政府就无要甲人沟通嘛。对不？好，咱即摆来讲，讲一个较歪，像我老师讲的，你即摆你讲，你的国家政策，我顺是国家的利益无毋对，但是你有一个现象，你有讲，你还未做进程时阵，你才有甲这个协调，讲哎，咱即摆要哪处理？一个邓兴甲甲咱3月4会当开放，好，咱就开始大张旗鼓来准备啊，2号要来开放，拄好2月7号小年夜的前一夜。离到没进前迄暗下晡3点嘛，甲你讲歹势，到5月30。你讲啊，想啊，迄个饭间白咯，小年夜迄个饭间白咯，要围路嘛围袂咯，啊，遐个人变啊，好，你甲看，大家就敲电话来啊，我即摆袂当出去变啦。要退团？啊是啊，我你甲你搞收个定金的，啊我即个会当出去袂？我5月份要去会当出去袂？咱即摆大家人安尼烦恼。啊，咱到5月底、5月进前拢无要紧。他昨我今仔收到最新消息，这个交通部长王国材讲，我会甲恁补偿啦，尽量甲恁补偿啦。讲吼，第一，像飞机你若要甲你讨这个飞机票，我会替恁出头啦，吼。啊，第二吼，恁会当啊尽量割团，啊袂当割团，我会想办法来退钱互恁。啊，即嘛有一个现象就是讲吼，就咱高老师讲的。我即摆对政府本来开放大陆就无啥物了，但是我即摆你甲我讲会当，咱就大张旗鼓啊，对无？好，你即摆你讲甲我讲要退团，你讲要哪退？我即摆讲啊，你到5月，我即摆是要来去看毛米字的，你叫我来看樱花，时间嘛毋对啊！啊，你甲我讲香港甲我看遐册，我后壁拍广告，我正经招人，遐人啊，遐因拜遐无通啊带大陆团的领队去苦苦转来，即摆多。十大步，啊，毋是共我叫因转去。那这样的这款情形是状况下有一个情形法是，咱讲这个交通部长讲，我会甲你补偿，啊，要用啥补偿？要摕啥物证明？我爱申请，我要申请甲你讲。你认为讲迄单据拢歹证明对？啊是啊，人去参加旅展的、旅店的，你参加完我人扛棒做了啊，物件做了，文宣做落去啊。我即摆要甲上讨，好，啊，我即摆机位的部分要甲我把定金付人啊，要哪讨？啊，你也甲收具体哦，我就国家你要请国家的补助，一定爱安尼做嘛，爱有正本嘛。你即摆请完了，好，我即摆迄个无形的，你要看会着无？看袂着啊。
啊，伊只好讲，我主持人问我讲，啊，要哪去解决这个问题？你讲提钱去保养，要哪去认定？我讲，今日发生这个代志，唔是讲咱这国家政策唔对，是咱的国家，咱的政府官员，你宣布一项代志，你无去考虑到伤价真啊！拢无找业者来沟通，就甲咱讲督。阮这敢若戆戆呢哦。你若讲，你今仔若总做，今仔讲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咱就袂当出去。啊，疫情甲去年就拢处理掉啊。啊，即摆你讲哦，袂使说影响国家利益。我一个小老百姓，我若去去北京去买一下糖葫芦，影响了国家什么利益？对无？啊，所以说啊，咱讲来团队来思考，要哪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啊，先摆补偿你。啊，要安怎补偿？你认为？其实我甲你讲，一个我补偿。你甲这个期间，你讲莫讲我国家5月底，要延到甲你12月，因为吼，咱旅游有一个现象，旅游吼有一个现象，我即摆要出团的，我一定甲做几年啊呢。我讲几年啊，歹势啊，即摆吼遐要落水要算，对。啊，你即摆才有这个所在，有通看枫叶，有通算势，大部分1年袂去1年以后。你国家会使讲，你的政府讲，安尼甲你协调。但讲开国到12月底，因为无证明讲无善意的回应，咱12月都甲停。大家伫政府有抽屉，对，政府有抽屉，咱个业者嘛有抽屉啊，我嘛使甲用完啊，对无？啊，这安尼情况啊，表示国家的政策是照这方面来去做，但是咧，业者的部分会使抽屉讲，我上无哦，袂去你啊钱，袂去买了着钱，是毋是就好？啊嘛免补偿。啊，免补偿嘛，你补偿嘛是阮开的钱啊。大家人民摕正能啊钱来保阮旅游社，嘛敢若唔对呢哦，对无？啊，我旅游社讲，我过年的时阵哦，一个过年开始就去用哦，阮旅游社去用打一个诈骗集团的名头。你旅游社去用打诈骗集团？啊，因为迄个代志嘛，迄个丢富国打丢包的事情嘛，啊对吧？啊，红你也有丢掉了对啊？无，我是无丢掉，因为讲，互咱感觉讲，你旅游社是毋是种用骗的？因为咱因为阮的行业吼有一个现象，我甲人客收到钱啊，甲钱呐运出去啊，你买机票，我付互航空公司；你有订饭店，我付互饭店；我付互车行，付互餐厅，付了搁较付保险，剩嘞，才有一寡利润的呀。咱讲，我就讲哦，阮讲一句话，冒的吼是卖白粉的风险啊，赚的是白菜钱的利润，这就旅游业。人客袂使食价差，食价差拢赚代志。哦，那讲到钱行哦，我要来问蔡老师吼，咱看了这张图表顶头，来中国观光客人数甲消费能力，2019年吼疫情进程，中国旅客在台湾消费的新台币吼1233亿，占总数26.96%，哦，这是观光迄阵啊观光局来统计。2008年吼，迄阵是最高峰啦。观光差不多1433万人次啦，吼。那如果吼算讲伊停留7天，每日消费203块吼左右的这个美金，会当创出7142亿的观光收益。那么2011年6月至2023年12月吼。中国旅客的这自由行差不多超过765万人，到底这中国的旅行产业对咱讲吼，因为今仔日的观光署长也是讲，这个王国材，这个交通部长也讲吼，这逆差吼超800亿，就是讲中国人趁咱的钱趁较济，到底这是什么情形？应该是讲，因若来咱遮佚佗，因帮咱创造遮大的遮观光的收益吼。其实遮收益虽然讲是伫台湾发生，但是其实咱咧较关心的是讲，遮收益是对送的落地啊入面。吼，比如讲，我今仔日来咱台湾佚佗，我伫台湾佚佗，那敢若讲咱一般对中国来台湾佚佗的遮个旅客，因着伫咱的夜市啊，伫咱的一般的商店消费。当然，这个钱对咱的商店去嘛，但是伊若是互观光即个团吼带去固定的一寡店咧消费，这个店若是特定的一寡团体咧开的这个店，
当然这收益，你讲的是台湾的收益，但是其实伊是入去特定团体的这个收益，对着咱台湾整体的经济来讲，是毋是有遐大的帮助？其实这我是较好奇的啦。吼，你要讲有帮助的，其实因的飞机飞来咱台湾，因的飞机嘛有一寡收入嘛。咱的飞机飞去中国，咱的飞机嘛有收入嘛。啊，这就是过去大家咧讲的讲一条龙的问题嘛。你若这的旅行社是中国的旅行社，拢伫咱台湾的驻点，啊，这一条龙的问题，这利润安怎分？我感觉这是爱知影伊的细节，咱较知影讲，这个利润是毋是真正发生伫咱台湾啦？无法度讲，咱伫台湾看到这个收益，就讲这个收益拢是创造互咱台湾的。这样来讲，我是感觉有一点仔较碰风啦。啊，第二点就是讲，拄则有来宾讲到，就是讲，政府伫过去即几冬来，可能对着中国吼，拢做无优先的。其实我感觉咧讲，对咱台湾真正做无合理的啦吼，啥物做无合理的？大家拢知影讲，啥物中国的观光客无法度入来咱台湾，啥物中国的学生无法度入来咱台湾，拢是中国官方单方面的即个禁止，因就无法度过来啊。啊，因无法度过来。咱台湾参中国之间，过去拄则有来宾讲着讲，咱过去咱台湾的政府参中国的政府，算讲斗阵了袂歹，不管用啥物方式，啊，你嘛有签足侪协定的啊。我要请问是讲，啊，这协定尾啊有发生效果无？目前看起来，咱看到咱的往来、咱的食客、咱的石斑鱼，我看到是拢无效果啦。伊要讲禁止就禁止，你要讲条文，我无爱插你。所以伫即个情形下，我是感觉讲，我今仔日邓阿秋主席讲，咱是讲安怎降低伤害，咱莫讲送对送唔对。但是过去咱会当看到足侪代志，互咱台湾人民看到就是讲，其实签遐合约嘛，咱像无啥物效。老师，咱若是即种看起来像拍死干的，这敢有是对咱政治解决以外，敢有啥物方式？其实即个角就是讲看中国有想要透无。当然，咱有真侪业者也好，还是讲真侪伫咱台湾的人也好，咱大家拢会希望讲，咱是毋是会当讲先提出咱的善意嘛，啊来参中国讲嘛。但是你会当看到讲，伫咱台湾开放，吼，咱莫讲向甲动起来，当然，伫即方面我原来感觉讲这是真无妥当的代志啦。我是较认同拄则导游讲的讲，你爱互伊一段时间，比如讲互伊到年底，互消化掉，因为。大家毋是食饱盈盈吼，逐工准备要佚佗的，大家拢是爱排假有一段时间，所以你若讲甲互伊一冬的时间，互伊去消化，其实这对着政府来讲吼，伊要执行这个政策的成本嘛会降低足济啦，因为伊就无需要去摕钱摕啊济嘛，啊，这想要去算的人嘛是会当去算嘛，啊，因为咱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啦，所以咱是民主国家，咱真歹去限制咱人民讲要安怎行，但是你若讲。伊真正违反着咱国家的安全，这是我要讲的。我台湾政府已经开始宣布讲，我要3月初一开始开放，咱有一寡台湾的观光客会当去中国佚佗。啊，我要开放我这观光客去中国佚佗，你甲开始去改变你的航线，去影响着我飞机的安全。当然，影响着袂唔知影，但是伊这个状况已经参较早无共款啦。第二点就是讲，伫我要开放你过夜的时阵，你中国政府对我台湾政府的压力并无较细，冲突并无较少。伫即个情形下，我感觉有可能是即个情形下，所以政府开始宣布讲，我要终止咱的台湾的观光客，咱要继续去。但是你要终止真正会使，但是终止的理由，我感觉你若因为影响到国家国安，特别是飞机咧飞的路线，我感觉这是真危险的。讲一句较歹听，其实我莫去禁止旅行社要飞。中国，我禁止飞机去飞一寡特定的路线，其实伊嘛是小港，会去影响到这旅行团的出团啦。所以我感觉政府咧处理上，其实伊会当有一寡较有路，嘿，较有路，毋是讲要互感觉讲你毋是要禁止，你因为你是因为烦恼到这个安全，你才想要禁止。啊，你讲政府无照顾这个旅行业者，其实过去伫疫情期间。当然有照顾到无，我毋知影。但是咱会当看到交通部有真侪钱，拢是有压伫遮个观光业的。啊，有照顾到无，我毋知影，因为这爱看伊照顾的方式。啊，你袂当政府伊嘛是伫疫情的期间有照顾你，啊，伊伫即件伊若处理无好，
啊，处理不好，我嘛这是大家拢看会到的啦。啊，所以我想，今仔政府拄则主持人讲着，讲即个交通部长嘛，调工出来甲接受媒体访问，伊就想要补救嘛。啊，补救好毋好一回事，伊有想要补救，伊有想要退费。啊，退费其实这我嘛会当甲进一步参详的啦。所以进一步参详，就是讲，我就是袂晓到这个二九美进前的票，啊，以后我就袂当甲处理啊，啊，袂当甲处理一段时间，我互你消化了，消化掉，你就袂当甲安尼出团啦。那安尼可能就会当，互这个旅行业者较有法度接受啦。啊，其实第二点就是讲，虽然台湾有足侪协会，但是我感觉咱咧做生意嘛，无一定讲非中国袂做钱，有真侪国家咱会当去做。当然，安尼讲，得失着真侪业者，因为我想要讲就是讲，你若今仔日敢若会当做中国的生意。其实你就是面对即马全世界各国大家拢咧烦恼的经济的即个压迫，即个经济压迫就是讲你敢若会当做我的生意，所以你敢若会当看我的眼色。我若讲无爱，你就是袂使；我若讲会使，你就是会使。其实政府若互咱的遮个业者，敢若行去即种的路线，其实即个政府其实是旅游嘛，必须爱分散风险。是啊。就那像农产品的，过去讲哦，咱的农产品拢会当卖去中国去，结果毋是咱的农产品拢会当卖去中国去，是咱的农产品拢敢若卖去中国尔。这有啥物差别？是我若会当卖去其他国家，即马你互我加一个中国的市场，这对我来讲是加分的。但是你若别位拢无法度卖，敢若会当卖去中国，当然你就会面对着中国的经济压迫的这个政策啊。啊，经济压迫的政策，这是即马全世界大家拢非常重视的代志嘛。所以我会感觉讲，袂当甲政府，他们讲伊即件做即个政策是有较粗鲁，但是你袂当因为伊即个政策，就完全讲着即个政府伫过去都完全无照顾着业者，啊对着两岸政策拢无啥物改善，结果来讲是无改善，但是伊有咧做拍拼无有，对方有咧伤害的人无，这嘛是有，这大家拢是会当看到一寡事实。我先跳过郭老师，我先和郭老师来讲吼，就是讲，他对蔡老师所讲的，就是讲对无毋对？即摆吼，即政府的政策有较粗鲁。那至到讲中国对咱的即个善意啊，无善意吼，你敢讲完全即个毋对，拢在台湾政府吗？吼，这头一个。第二个就是讲，咱国敢有可能甲即个市场分散？这年代吼，就当然请小棒来讲，咱国敢有可能讲，譬如讲，你若有旅行社咧经营是，敢会全盘拢咧经营中国的这个路线，敢是安尼？关于这个你讲的审议这个问题啊，因为咱旅行业咱毋是政治人物啦，啊，阮定定受到的就是政治的影响，所以你即马一拍一个卡球，阮都爱控下去。那么，伫拄则讲针对着中国大陆的这个审议啦，吼，咱拢是针对啦，嘛毋是讲咱台湾的旅行业者吼，就一定爱做中国大陆的生意。但是你已经放一条线互我，阮都已经开始筹备，开始咧布线，结果你向就是初层，当落这个命令讲袂使，啊，这命令佫是吼无合理的命令，是遐都跌高到菜刀啦，吼，啊，总是你真。咱台湾毋是一个较早戒严时代的即个政府嘛，你即马是民主的社会，但是你摕我旅行业来伫抬价架高，即安尼我认为讲对我这行业是无辜的啦。啊，你讲阮这行业会当干那做大陆的生意吗？当然毋难啦。阮会当做日本线，咱旅行业有分英镑甲欧镑，阮伫欧镑的部分来做长线做欧美。阮会当做短线，东南亚、越南啦，咱即个也是日本、东北啊、韩国，拢是会使做。但是咱政府就是讲一直强调讲啊，你比如讲2015年，咱即个中国大陆来咱台湾拢共有418万人啦。这418人，伊讲啊，我用新南向来甲你代初代嘿。我拢感觉迄是你美化数字尔啦，就是讲大陆客来台湾。因一个人的消费有6680块的台票一天，结果你今仔泰国人来台湾消费800几块，你用这款的来无共款的产值，你来用人头化，
来美化你的收益，安尼是唔对的啦。就是讲对阮业者来讲，阮的收入绝对是唔对的。减少的，减少去。啊，拄则有来宾你讲到讲啊，即个咱敢一定就是即个一定要来做到中国大陆的生意？唔是啊，你今仔互阮的理由袂当说服阮啦。你讲啊，阮即个观光条例第53条，你讲我来损害着国家的利益安全。吼啊，你我咧讲一个啊，你外汇你因为我有宣布要去，恁无买对等，恁要来啊，我请教者。2023年，日本人来台湾700万人，咱台湾人去日本400万人。安尼你唔着讲啊？日本你含阮无对等哦。日本你安尼日本你。不啦，郭老师，伊说我必须要说明者吼，歹势我先来讲，伊所谓无对等，就是讲你无开放啦，叫做无对等啦。伊毋是讲你人数最少无对等。哦，我毋知影即个我的理解对毋对？你请。我拢感觉，若像即个情形安尼，我感觉可能主持人这方面，咱爱过来深入来探讨啦。哎，就是讲你若用即个所谓人头的数据，甲你所谓的产值，你来针对中国来讲到即个问题，啊，你阮会当来从来讲到日本，讲到韩国嘛。哈，我嘛当讲到东南亚即个国家，菲律宾啊、泰国啊，吼。所以你这理由就是讲，你来讲伤害到国家利益，这阮无得接受啦。哦。啊！你讲政治人物，你讲咱旅游业，阮是做不过的啦。你讲要，阮也无这，阮也观光产业内底也无一个立委啦，来当替阮来发声啦。啊！你即个拍一个卡手，阮都爱插本刀啦。哦，所以讲，你讲我有啥物对策？其实阮观光产业是上界弱势的一个产业。啊，那长久来看，你认为应不应该分散掉风险？讲咱比如讲咱国的即个。旅游业者做欧棒的吼，做欧棒就好，咱莫讲英棒吼，欧棒的去中国的、去日本的、去东南亚去电传，应不应该来降低这个中国的比例？哦，咱其实今仔日所针对拢是中国，阮伫业者内底，大家本来就拢为了生活嘛。嗯。中国一啲8档内底就已经无往来啊。恁早就改变。阮早就改变啊嘛，靠，可能第一咱8档唔多拖到死。你今仔讲补助啦吼，拄啊有来宾讲到。蔡老师讲补助，这补助我就延期啦。安怎讲延期？咱这个伫较早伫疫情的进程，咱就开始咧补助啊。春夏秋冬四季拢咧补助，补助到这业都拢软卡去啊。因为啊，补助电动软卡，电动软卡，因为我袂当进步啊。啊！你政府嘛是，安尼政府电都延期呢。我甲你报价，你会发延期？绝对延期。你按照戆大呆。你台湾咱讲国内旅游环境就好啊。你今仔日补助，我无得改变嘛，我无得竞争自然淘汰嘛。迄叫做市场的机制啦。你要互市场自然去淘汰。啊，这冤枉啊！公德做臭阿婆。哦，你讲个公德我无认同。你像即届讲啥物？你大陆客啥物？若无恁我6月份要甲你补助，唔好去补助了，去补助了，这个行业会吃不到。交通部长你来就真足听吼，人业者就讲吼，你功德做臭阿婆去，你补助愈来愈软卡吼。这吼，我小等互小胖来补充生活，吴老师就讲。是啦，你也讲哦，因为讲中国伊的态度安怎是最重要的，因为主要咱来看讲，这个。国家利益吼，伊讲的，咱要看即个代志，国家利益是对，毋是讲因为开放哦，咱的旅行社组团去中国是伤害国家利益，而是因为讲中国无要开放伊的总客来台湾嘛，所以这不对等，这国家利益的重点在这边嘛。啊，第二吼，你要讲。国内的旅行社的旅游业者相关旅游业者的有没有提升竞争力？我讲今天我今年这2当过年去南部省，我感觉这些民宿拢做到真好啊，都很有创意啊，那无啊第三讲到咱因为这件代志当然我赞成有几位前辈讲的咱政府在处理这个代志。是，佮需要较完整的啦吼，但是问题是伫遮，确实它对产业带来伤害。但是过年时阵，这个消息一公布的时候，我一堆朋友都在脸书上打卡，这是日本旅游。问题就是伫遮，就是讲
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啦，业者当然在这件事情上需要跟政府再沟通，政府也需要大力的跟业者来进行相关补贴也好，或补助也好，都要沟通但是咱也在看到讲这摆凸显什么？如果说今天要政府补贴你拿出单据无法证明，为什么？其实这就是在中国的问题嘛，因为这在中国很多地方在推动旅行观光团，政府你看嘛，政府很多补贴礼拜啊，这个东西就很难去证明说这个单据没让以后这些交通部要进行补贴的依据了。我刚才这嘛是一个问题，但是总来说，确实在这件事情上，政府在拍板限制这一次这个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素之下，限制台湾组团过去咱绝对咱来处理这一代志，爱再拉长一些时间，如同蔡老师这样讲，我觉得这比较合理啦对一些业者的准备，或者是业者的一些投入的成本我还是必须得强调啦今日中国，因为咱过去来讲伤过依赖对方，所以咱会感觉讲，基本不是咱台湾拍卡枪的，是中国一个动作，咱台湾的因为过度依赖产生的伤害啊。还记得2016年，当时因为也是观光团的关系，很多的观光业者上街头抗议。其实迄阵时咱很快就原来咱因为依赖中国客，导致了我们没有他不行啊。今嘛呢，好家在中国当然因为他先出手限制，慢慢减少嘛，然后之后终止，所以台湾的旅行的业者或旅行的环境才有办法做一些体制上的调整，但是这个体制上调整确实如同很多业者前辈来说，还需要再努力。但是我觉得讲一句实在的，如果我们要讲说禁止团体的理由，你知道中国大陆是什么时候禁止中客来台湾吗？2019年8月1号。2019年刚有疫情，无疫情啊，理由是啥？给我一个理由嘛。今麦关起来的人。今嘛还倒来爱讲，因为先受到伤害的台湾，必须要去释出善意。那这国家，咱国家需要升高安内吗？有在调中国跟美国讲，我今天禁止我的中国团客去日本、去美国、去日本。我的意思在这里啦，中国因为是你重新开放出国旅游这件事情，独缺台湾没有。老师意思就拍环来看。伊讲有对定，你对美国、对日本对其他国家，对咱台湾同款。是啊，咱今嘛，咱今嘛也是讲，因为中国的抗议，也是讲咱国内有一些透过你的法源在哪里呀？大家都没有去看说整体上我们的国家是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这不是只有观光业问题嘞。但是我感觉政府水平较无够，水平无够，这是绝对的。过来两位来补充因为水平无够，需要政府各需要个加油的所在。我即马要问两位业者小胖，你认为到底咱的旅行社的转型啦、登骨啦，在补助之下，经过疫情，到底有改变无？其实我讲咱头讲，咱是就民主社会，咱有市场。市场的机制来去机制你控制。你讲咱的体制有改变无？我讲我起码目前带团都改变足济啊。咱讲一般讲咱来台湾，要讲一般陆客来咱台湾讲的，起得比鸡早，吃得比猪差，跑得比马快，睡得比贼还晚。你知道这对阮的台湾人做旅游的是这样的大侮辱。为啥？因为人台拢用足俗的一个经验来升台湾，甲台湾生活死。你知咱你带团了你们台湾要注意，来台湾要注意2件事情。第一个，防偷防抢防导游。为什么？这种对阮的这是为什么？同业之间还好，这几年陆客没有进来了，对不对？陆客没有进来后，慢慢发觉说，那个良币驱逐劣币。咱的佚佗应该爱安那佚佗，开个安那耍。这嘛颠倒好处啊。是啊，但是有一个现象，但是你市场底下，你现在陆客咱即马甲袂早看咱台湾有改变，台湾旅行社开始改变，大陆的旅行社嘛开始改变啊。
通通完完全全在改变，而不像我们以前都啊，咱一只车拢游览车开车来安尼，基本上不是。开车拖来啊抬。基本上不是啊，基本上拢细只，9人座、8人座。啊，咱外口讲是，为啥对两化有啥物好较好的关系？因为大陆人来台湾村，我要环岛8天，我日语会通，我钱开的了啊。你叫一个泰国人来这讲啊，我要开啥？哎呦，比我那边还贵呢，好像不太便宜呢。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花钱就手软。他开不起。是，这我讲啊，一包讲4天5天，安尼啊，啊，咱大陆人算8天，卖讲他老师讲，一条龙现在的公司几乎不太存在。从我们旅行业开始在慢慢在转变，说，这条不是咱要做的，这最戆的。对，啊，拢用摕钱拢用但来，但是最近咧开始，咱大陆团刚开始的时候，你知道咱台团举车去台，人颁布的旅游法，大陆颁布的旅游法是台湾我们不敢做的，万一有他带着强迫消费，一律严惩。啊，咱台湾讲讲。咱有市场机制啊，你买不是你买唔买，是恁家的代志啊。但是我买是爱买到正。但是你有赞成，咱就爱做一个法令讲，你袂使，你若拖去 shopping 的，要甲你发，要甲你。这个是东西是不行的。假如咱讲，我今天要来收购，我买去出来收购，不行。这个东西会有个重要，说你这些进的点，这市场机制没有错。但是呢，我们要先强调这些的东西是不是你想要跟你所需要的？自由意愿。对。这就是这样啊！你别讲，所以讲那个，咱爱去教育，爱甲咱的不问题。你不能来这导游说袂行，为什么？人的意识形态提高了，对不？美国人来，为啥我们物件袂行？现在什么欧米亚个店来，无人要去行，没有必要啊。问题就是我们自己内部在提升了，大陆呢，他们也在提升了他们旅游的品质和水准。现在疫情之下，大家你看我看你，对哦，你看。最近又有什么强迫买玉不买，结果被赶下车。我问你，咱台湾敢做这个代志？唔敢啦。啊是呀，这就是人的素质，慢慢提高。所以你认为总体来讲，咱台湾旅行业者、旅游业者也有咧改变体质？对，甚至于就是说，我们这个咱讲过年这个代志，一间富国岛丢包的事件这个代志，为啥拢无尴尬，无迄个体质？我讲他表现的好像都很正常。结果业主甲讲啊，会后一欠米钱。你看观光署拼报，才发现讲会花嘅那香港啊，伊用包机的嘛，包机就一包就是三个月，就甲你讲我钱收来啊，要来唔来我代志啊。啊你无迄个感觉讲，伊个都伊嘛收到钱，嘛收到，叫 OK 啊。啊，后尾钱买好哩，甲咱买物件，咱共订物件款，我先互你定金。好，啊，物件啊，特动啊，对，你讲特动，袂歹好，我嘛互你。伊去收拾啊，甲讲歹势啊，会无法度交你啊。你要哪去控制？我讲屏保嘛是屏保哦，屏保嘛是，嘛毋是加随便哪是，但是咧有一个风险的时候，咱的旅行社拢有去做迄个保障，替人客使去申诉。你安那咱有基金通啊去处理。哦，来，我时间和郭老师讲吼，到底咱国的这个旅行业者，这体制的改变有当来有这个材料通啊停收，在中国的这个一旦啊开放了后，这个转变啊，你感觉？中国大陆开放来，你若要来咱台湾，其实我感觉亲像过去安尼，大家互相抬价抬价安尼。我感觉主持人讲，甲来宾你讲的这个吼，是值得探讨啦。啊，毋过卖污名化咱这个旅游行业啦，就是讲所有的旅行社的旅游的形态，就是拢是慢慢在进化。20年前的泰国，甲10年前的泰国，甲5年前的，甲今摆泰国都无共，韩国嘛共款啊。所以讲市场就是讲，你莫用一条龙来污名化阮的旅行业啦，这都是一个进化。无人要做戆大呆去做了钱的生意，无啦吼。啊，所以讲你讲一条龙的这个钱会给予特定的业者，我唔敢否认讲是初期有这现象啦。但尾啊，拢已经都慢慢业者有觉醒啊嘛。这个了钱头我都不爱接啊，啊，这就是一个进步嘛。你讲好过来开放大陆团过入来，这个市场袂阁用回头路这条来行，但是伊有某种的联名。伊拍过伊联名咧做，啊！你这产业若准含我来结合，
大家共同来奋斗，来接这个团体，是不是大家互相来降低成本？哦，我想应该是会为这边来努力啊。啊，这个一条龙，这我都讲，这过去就是咱小胖讲的，旅行业的改变，就是一个市场的生态。生态，咱去韩国嘛是同款啊，嘛是旅游团嘛、shopping团啊，同款有啊。郭老师啊，咱有通照着即摆事件较正面来看待旅行业者所面对的即个困难，其实那是民进党执政的结果，这可能是整个两岸即个政治的结果，因为那是在国民党执政之下。嘛，无一定以后就变做较舒适哦。哦，这个我就讲政治吼，阮旅行业无适合概念。所以我的意思，我的问题就是讲，咱如何要来逃脱，吼，要来避免着讲啊，咱拢莫去受到政治的影响，敢有可能？就是一条，这政府就想过吼，认为家己想过有能力啊，啊，结果将家己都啥物都没管理，管理到尾啊，就是拢并无能。就是这政府，所以你都互市场的机制，互伊家己去行，去淘汰。两方嘛共款啊。阮这个民间交流含大陆旅行业下面是真热络呢，并不是受政府是政府你甲主动安尼尔。啊，咱讲一句啊，即个大家拢是有去大陆佚佗，但是无依团体啊，阮是去遐才甲团的啊。事实上，即马就是大家有咧做啊，但是只是政府咧发言伫啊。啊，即摆大家拢有咧做，啊，所以啊，敢有差别？有差别。你若正常，若发生代志有人负责？有啦。哦，是安尼意思。是。哦，那但是我因为细节我无了解啦，就是讲啊，大家拍线去，啊去遐集合，啊才带团出去。啊，然后要上飞行机来改线安尼。这都袂当讲的秘密啦。哦，这袂当讲的秘密。啊，所以这敢有差别？有差别足大啊，量啦。第一个保险的部分就差就比较多。啊，保险哪量嘛？你像这个，咱的拼保会使跳出来。你旅行社组团，结果人倒，我拼保会使跳出来，替旅客讨钱，对无？啊，即摆唔行，我个人听，我若发生啥身躯白痛，袂安啦，你搞个人的保险嘛尔。啊，一差一家啦吼。你像咱讲啊，咱旧年的部分有一个，你7月份你新疆哦，啊出车祸弄死去。啊，迄个人要哪去处理？伊讲啊，你是朋友，好朋友，亲戚朋友，家己招要来去佚佗，好，都要发生车祸啊，啊，要哪去处理？你保险公司讲我都产务保险咪讲歹势哦，啊，你这毋是团体啊？保险啦，安全啦，这个问题。啊，你人要转来，甚至你是爱搁变到官个搞个啊，我这歹势，我这海基会海社讲，我还有一个人哦。调遐，啊，要哪转来？我要爱你来签证，爱安那处理。所以小胖，若从你的观点来看，其实嘛是要有政府某种程度政府的色彩伫的嘛。对，啊，无可能讲民间完全民间对民间嘛。但是有一个现象，就是你袂使逼咱这旅行业无，拢去做自由行啦，拢去做自由行。你既然团队无够，啊，你行自由行，啊，你是逼我上山吗？逼虎上梁山吗？会有一个状况，我即摆才袂做，我这团队袂当做啊，无要紧，咱5个，咱家己行。我迄边5个，少80个，咱来迄边搞。这个是咱讲是违法的，是袂使个全头。这乱去啦，对。啊，毋知讲为啥爱政府爱讲一句话，爱退出来？毋是我今日讲啊，反正上顶头有政策，下骹有对策。啊，负到尾啊，大家拢惊无。不管如何啦，最终的人都要负责嘛，吼，是不是？郭老师，来，蔡老师你。我是感觉拄只几位来宾讲的吼，当然政府的政策下骹啊，无共业者，大家有无共的做法啦。但是我会感觉讲，其实政府嘛会当来想一个原始的问题，对我拄仔讲的，你若感觉讲即个安全国安的问题有伫咧吼。飞行的安全问题的，其实对飞机这嘛是一种会当考虑的一种。对飞机来控制。对，这嘛是一种思考的方向。啊，这个你对着这个业者吼，本来可能准备要拍算，互大家当组团去，爱向甲动起来，真正爱互伊一寡较长的时间来互伊处理啦。因为安尼一方面，因为讲实在，你安尼禁止吼，
会互中国听袂，这我是拍一个足大的问号啦。因为中国对伊来讲，香港伊拢敢安尼甲讲较大力甲讲落啊，咱甲禁止一寡遮团体对伊的影响来讲，以即卖经济下吼，其实影响有限啦吼，因为已经下啊嘛，所以你甲继续要禁止遮团体过，其实影响有限。但是我嘛是要讲一个代志，来讲，咱台湾参中国有对等无？毋是用人数来讲的，是有开放无开放来讲的。今仔日咱袂当讲，因为我开放咱的观光客会当去日本佚佗，啊，咱去日本的较济，人日本来咱遮较少，你免研究伊遐济。这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咱袂当安尼来比较。但是你会当比较讲，你的政策有对等无？毋是你的人数对等无？上尾啊，我是感觉我真认同拄则即个个。赵启明讲的啦吼，政府咧，像我拄则咧讲交通部咧补助，但是有补助到大家无？我毋知影。对啊。因为我就是感觉伊补助遮济，我毋知影拄则郭老师讲着咧讲，伊咧补助的时阵是毋是大细汉大家拢补助，好歹大家拢补助？因为你若安尼补助的话，你变成讲好的健康的也补助，啊无健康的你也甲补助，所以你互遮无健康的存在伫市场，你会造成遮健康的遮旅游业者。会受到伤害，会受到较侪竞争，因为这无健康的这旅行业者，伊都有可能来甲你下价来竞争，这就造成这想要提高品质的这业者，伊无法度继续提升，因为伊的价值就去用扭掉了啊，伊价值去用扭掉，你就无法度提供较好的这个品质，所以其实政府会当做的代志，颠倒来讲，应该是讲，甲咱的台湾一寡交通的环境用得较好咧，甲咱。台湾遮个观光客看会当家分流袂，这大家已经讲足久的啊。就是讲有一寡人会当伫即个一般，毋是即个拜六礼拜时出去佚佗，啊，互拜六礼拜的人有会当食头路，会当去佚佗的，甲分散开，啊，互咱遮个旅行业者因的收入会当较稳定咧，毋通讲拢集中伫拜六礼拜尔，伊伫一般的时间嘛会当有。啊，我感觉若会当伫咱台湾即个市场甲跑较开咧，互较侪人想要留伫咱台湾来佚佗，会当互因为语言一寡限制，遮个导游也好，旅行业者也好，因无一定讲一定爱去中国佚佗。啊，当然有一寡人伊一定要中国佚佗，这是甲另外一个问题啊啦。我是讲政府若要补助的话，应该毋是讲直接去补助业者，大家拢相共较济，真正是愈补助愈能卡。是。是，来吴老师。是啦，拄啊，我有当时听讲，哎，台湾的政府管制吼，我听听唔对，我感觉应该是中国政府咧管制管较济啦吼。中国的市场，咱嘛拢知影讲，政府咧管啊是拢政治的代志、安全问题，这几工拢是安尼，这几档拢是安尼处理啦吼。我讲即马咱看的就是中国的风险伫遐吼。但不管是从各种产业啊，旅游业也是一样哈，到中国去，好，确实在竞争过程当中，每个产业都会成长，都会有创新的作为。但是任何创新的作为，在民主国家都要，咱前辈有讲到哈，这有市场机制嘛，但是你在大陆，市场机制在哪边哈？这个就是问题啊，因为因的政府确实真正是咧管制啦，哈，因的政府一个作为。哦，对一个产业来讲，因家己的产业拢讲，就无法度啊，更何况是来自于其他国家的产业，更何况是来自于台湾的产业了哈。所以我刚刚讲这个风险，其实你政府你处理这件代志，处理这进团令的代志的时阵，嘛是爱把这样的风险，其实要让国内各个产业知道，中国现在的风险。老师啊，刚刚水平不高，真正是水平不高，因为咱咧选举的时阵，就一直讲。中国经济问题，伊的市场的风险，但是各行各业都无去讲对，啊，就咱咧，即摆选了，咱来。郭老师讲起来就硬气的。台阶架构。我感觉是台阶架构是较无遐夸张啦。台阶架构，你也是讲中国较是中国的台阶架构。好，讲真诶，伊对台湾的产业，就是咧台阶架构。台湾那是台阶架构，台湾是因为。咱看到这个产业互相交流，爱平等嘛，爱互惠嘛。啊，今仔日无这个前提之下，咱带着团体吼，或者是各个产业哈，不管是各种产业到中国去所遇到的风险，这么不需要评估吗？这么需要评估嘛？
很多国家在看中国的时阵，有当时啊，吼，唔是有当时，今麦现主是看中国经济，就是拢用这个角度来思考。但是咱台湾呢，咱台湾今麦可以讲，咱台湾的法律依据在哪边？咱刚刚讲咱台湾的法律依据，刚刚讲依据无够，咱会再来讨论啊，如何健全有一个法律依据？我想应该亲像高老师安尼啊，加来开讲，加来了解讲，到底恁的困难在哪里？真正需要连补助，恁就感觉讲，你甲我补着唔对，补着两骹来，想要袂？我的感觉就是讲，莫讲这两个理由啦，伊也提不出其他的理由来，这政府啦吼。啊，总是这我讲的得高倒菜刀吼，到到尾啦吼，都并不是刀啊。啊，你有同意小胖讲不如就开放到12月，啊，大家来收煞。啊，看要安怎来，免补助，但是我们继续的合法来做落去。我的看法啦，那我有在这个做这个决策，我就来做交通部长啊。无啦，像小胖人伊安尼建议啊。我感觉无可能的代志。伊既然都即摆都要甲暂调，可能补助我暂时。无啦，咱小胖安尼讲，啊，咱嘛，互节目互你讲，你有赞成无？安尼？我赞成是会当。开放是较重基本的要求中国开放吼，就免去等啊12月啊啦，中国先开放，咱嘛感觉叫伊开放吼。